老板下堂2档1摆的联展正式开幕，老中青3代师生将亲手打造的女儿椅，伫新营文化中心进行为期17天的展出。女儿椅的话其实它有个逗点，它是女跟儿。它是给父母亲对一个小孩子的期盼，或者是它是传承来自于说我们做一个东西给小孩子的一个物品，当做一个传家宝，做一个世代的陪伴。我们的荣誉堂长他为了他女儿所设计的梳妆台，那还有我们为这个另一半所设计的这个座椅。这摆总共展出47件作品，每一位设计师拢抱着制作传家宝的心情打造。和茶所呈现的作品有无同款的风貌？我这个系列叫做乘以3哈，我企图用一个比较当代的方式去诠释明式家具啊，希望明式家具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。优雅曲面桌在工艺跟设计之间，在生态跟近邻跟碳排之间取得最好的一种方案。其中有依照西北技艺甲现代钣金技术所制作的椅仔有座具。这件作品曾经得到2023台湾工艺奖的核选肯定。椅背连接到椅脚的这个构造，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明式家具荧幕连坐的这个构造去做一个致敬。对，那我们这样做一个这样的结合，也是想要在就是传统的构造上面做一点新的突破。木工嘛是一款美学技术，老板下堂嘛展望后一个2档，继续坚持手工，传承数码技术。培育更较侪相关人才，行出台湾家己的工艺美学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